歡迎大家返嚟我嘅頻道，我哋又再次出發啦！今次去巴厘島，從澳洲悉尼出發，飛去巴厘島，航程係6小時20分鐘。出發啦！喺下午嘅2點45分當地時間就會抵達登帕薩機場。到埗後，我哋花咗45分鐘辦理簽證。第4次嚟巴厘島，睇上去一切都冇改變。帶咗3個好朋友嚟玩，希望佢哋會喜歡我安排嘅行程。我哋入住嘅 villa 派咗司機嚟接我哋。第一間入住嘅 villa 喺 Canggu 區，有3個睡房同埋私家泳池。呢2日我哋會環繞住 Canggu 同埋 Ubud 2個區域嚟玩。每個房間都有獨立嘅浴室。房間明顯有歲月嘅痕跡，係時候要翻新啦。位置比較偏僻，出入需要以 Grab 代步。擺低行李之後，就去食晚飯啦。餐廳主打地中海巴厘島 fusion 菜，我哋5個人人均消費係28澳元。朋友們都大讚食物新鮮，好味道。今日我哋包車10小時去 Ubud 玩。
呢度除咗美食之外，仲可以享受藍天白雲嘅美景，打韆鞦或者喺無邊際泳池裏邊放鬆游水，又或者去梯田嗰度行下，拍下照，打下卡。當你對比下喺澳洲國際機場27蚊食一碗魚蛋粉，同呢度嘅消費，你就會知道點解我咁鍾意嚟巴厘島玩啦。
第二站，我哋嚟到烏布皇宮嘅外花園參觀。巴厘島嘅交通實在太擠塞啦，原定5個景點，我哋只好縮減為3個。原本我哋打算去海神廟嘅，但係結果塞車，去到海神廟都已經閉門啦。安排好嘅日落晚餐，由於落雨以及天黑嘅關係，只好坐裏面食晚飯啦。眨下眼就嚟到第3日啦！今日我哋搬家，搬去巴厘島嘅東南部 Sanur， 一個唔需要追趕景點，只係喺海上睇日出，喺椰林底下發呆，享受乜嘢都唔使做嘅度假感嘅地方。你訂閱咗未啊？同我一齊去睇下。